喺立法會手握11票嘅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話，仍然未決定係咪會喺財委會支持通過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撥款。一年日嚟呢，我哋都收到好多嘅意見呢，就話不如就讓嗰啲嘅計劃先過先啦，然後呢，就我哋逐步去爭取去改善。咁亦都有，如果我哋話堅持反對嘅話呢，咁好可能呢，就變咗有為數不少嘅長者呢，就唔可以即時攞到個福利。咁呢點呢，我哋都會留意到。咁我哋會喺稍後時間，我哋自己再去討論，然後做一個決定啦。對於押後表決議案嘅建議，譚耀宗重申唔希望影響有需要嘅長者嘅利益，而工聯會就堅持反對向70歲以上長者設資產審查。黨團召集人陳婉嫻批評政府寸步不讓，令到行政立法關係更加緊張。如果要令到行政立法方面嘅大家關好呢，或者政府同公民社會裏邊嘅大家更加能夠有溝通呢，唔能夠好似今朝咁樣寸步不讓，好多嘢好邏輯上係荒謬嘅，佢都唔覺得自己荒謬嘅。咁我覺得如果咁落去呢，新政府點推行呢？陳婉嫻又認為，如果計劃有問題，應該盡早處理，唔應該先行1年再作檢討。而委員會將喺星期4舉行公聽會，超過80個團體會出席反映意見。香港電視記者廖靜文報道。